算法藝術在本質上是創作者設計一系列視覺規則，再由計算機執行來生成藝術作品。而在設計這些規則時，通常會涉及到不少的數學和物理原理。那麼，怎樣讓計算機去執行這些規則？需要的就是編程。先寫一個基本的00255，它就是一個藍色的畫面。我也可以讓背景會發生一個周期性的黑色到藍色之間的變化。可以想象一下，它其實是一個這樣的一個周期性的浮動，其實跟那個數学裡面的一個正弦波很像嘛。藍色就可以用一個變量來控制。正弦波的話是從-1到1之間做一個浮动，然後你可以把它映射為0到255之間，它會变成藍，然後会慢慢变暗，变成黑，然後再會變回藍這樣子。然後我可以實現一些互動，比如說我鼠標移動到這邊的話，它就會頻閃的很快，然後移動到這邊的話就會頻閃的很慢。鼠標是從比如說0到整個畫布的寬度的一個範圍，然後我可以映射為左邊的話是最慢0.01，最右邊的話可以0.1，就相當於所有的操作基本使用代碼來取代。但是就是当你的代碼变成幾百行、上千行，甚至上萬行，然後就會变得很複雜。